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庄马。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纪念宗喀巴大师圆寂602周年；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沉痛悼念德斯孟德图图大主教逝世；中共当局拆毁鲁霍县巨型佛像和数十个转经筒；司政边巴次仁致函悼念美国参议员哈里·里德逝世；司政边巴次仁通过网络出席克里山瓦尔玛先生的悼念活动；印度阿萨姆邦青年民众支持西藏自由运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应甘丹赤巴办公室的祈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12月29号，藏历10月25号，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圆寂日当天，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宫，透过网络视讯传授佛法。达赖喇嘛尊者在传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和《菩提道次第摄颂》等佛法课程后，通过网络出席了纪念宗喀巴大师圆寂602周年的法会，并指出，在这样殊胜之日，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应该回念他曾创下的伟大事迹，同时学习和实践他的教言。另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挚友、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孟德图图大主教于上周日12月26号在南非首都开普敦逝世，享年90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立即致函逝者女儿摩辅图图，表达了悼念和慰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也相续致函逝者家属，表达了沉痛的悼念和慰问。达赖喇嘛尊者在写给逝者女儿摩辅图图的调研信中，缅怀了他精神上的兄弟和好朋友，并强调德斯孟德图图大主教是一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和坚定的人权倡导者。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调研信中强调，图图大主教的离世是全世界人民不可弥补的损失，并指出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将会继续传递下去，而他所代表的光明和希望将继续照耀和指导世人前进。藏人行政中央于12月27号下午在印北达兰萨拉的总部举办祈福法会，悼念德斯孟德图图大主教逝世，并在祈福法会结束后关闭了总部和下属各部门的办公室，以示对逝者的悼念和尊重。此外，中国政府近年来在西藏各地展开文革式的镇压和疯狂拆除宗教场所之际，中国统治下的甘孜州鲁霍县当局以建筑高度违规为由，于12月12号下令拆除了当地民众募资建造的一尊高达99英尺的佛像。1973年2月6号，鲁霍县发生了一场7.9级的大地震，对当地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数千名藏人也在这场地震中遇难。为了抵御未来的自然灾害，在当地藏人的慷慨援助下，这尊高达99英尺的铜制佛像于2015年10月5号约耗资4000万元人民币在鲁霍县近郊的七湾村建成。尽管这尊铜像是在征得鲁霍县政府的许可和获得所有相关文件后建造的，然而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访问鲁霍县的中共高官批评这尊佛像的高度和尺寸过大。因此，鲁霍县政府于今年12月12日宣布佛像高度违规，
相关许可和建造文件无效为由，下令将佛像拆除，并同时拆毁了该县周边45个耗资180万元人民币建造的大型转经筒，以及烧毁了该县境内的所有风马旗。消息人士将目前中共对西藏各地，尤其对鲁霍县的压制政策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提并论，称中国当局的这些行为是对西藏宗教、语言和文化的尖锐攻击，是对藏传佛教的镇压。今年11月，鲁霍县政府还以违反土地使用法和缺乏相关证件为由，下令关闭该县甘丹绕登琅杰寺下属的格登佛教学校，并拆除了该校的教室和宿舍，迫使该校130多名学生被迫返回各自家中，无法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另外，长期担任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的参议员哈里·里德先生于本周二12月28号逝世，享年82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闻讯后，于本周四12月30号致函逝者家属，表达了哀悼和慰问。司政边巴次仁在写给逝者遗孀兰德拉·里德女士的调研信中，表达了诚挚的慰问和祈祷，并感谢参议员里德直言不讳地在国会提及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以及他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逝者哈里·里德先生在担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期间，于2014年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参加美国参议院开幕祈祷仪式。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和安全部部长加日卓玛女士于本周四12月30号下午参加了由印度非暴力替代方案基金会组织的纪念已故的印度政府内阁秘书处秘书长克里山·瓦尔玛先生网络悼念活动。出席悼念活动的嘉宾还包括驻德里办事处代表中秋欧珠先生、维解南比亚尔大使和斯里凯特康达帕特教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临时主席布琼次仁，以及其他印度政要和社会活动家。司政边巴次仁在致悼念词时，赞扬了逝者克里山·瓦尔玛作为公务员对印度政府的贡献，以及他对西藏自由运动的支持。安全部部长加日卓玛女士也对逝者克里山·瓦尔玛一生所做的贡献表达了敬意，并向逝者家属致以慰问和祈祷。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位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拜拉布昆达的青年民众于上周日12月26号参加了由该邦自由西藏组织领导的人民运动，表达了阿萨姆邦人民对西藏自由运动的声援。在活动期间，当地青年参加了印度西藏事业核心小组阿萨姆邦和梅加拉亚邦区域召集人苏米阿迪普达塔举办的会议，在当地青年民众中建立起对西藏自由运动的认识，以及呼吁他们积极参与支持西藏的各项运动。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在此2022年新年来临之际，本周西藏编辑组全体同仁祝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希望广大观众朋友继续收看本周西藏节目组推出的有关西藏境内外的新闻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